老身知道饿肚子的滋味。馒头嘞，看看喽！新蒸的馒头，又香又大的馒头，看看嘞！馒头嘞，看看啦！馒头，看看嘞，新蒸的馒头。老板，来俩馒头。哎，好嘞。给您。好，谢谢。哈哈。看看嘞，馒头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快滚！滚！快滚！真是！吃吧，可怜的孩儿，老身知道饿肚子的滋味。坐下，这乞丐呀，也分3、6、9等。这最里面的那一间，自然是留给长老的。今天晚上，你就跟我一起在这儿凑合一下吧。你是哪儿的人啊？哎呀，不愿说就算了。王婆知道，凡是来这儿，自然都是有故事的。老婆婆。我听说，当今圣上不是明君吗？百姓不是都安居乐业吗？你怎么还临街乞讨啊？哎呀，孩子，你傻不傻呀？今年啊，到处都是洪灾，我们家的房子都没有了，2个儿子也不见了，我只能跟着乡亲们一路走，一路逃啊！好歹在这儿找了一处安稳的落脚地啊！老婆婆，官府不是有救济粮吗？你们怎么不去领啊？这么多的灾民，官府他怎么能救济得过来呀？我看没有多少啊。王婆，今儿讨了多少吃的啊？他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没讨回饭？倒是讨回了一张嘴啊！我看他怪可怜的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看他白白净净的，不像是能过苦日子的人呐。你自己去看看，我们这儿已经住得满满当当的了，哪还能再容下你一个人呐？这就是真的天下吗？原来我一直被蒙蔽着，居然还有这么多要饭。你要在这儿住，就得干活。狗蛋儿、溜子，你们和新来的这个，再去王府街讨点吃的回来，不然大家都得饿死。走吧。走，走吧，走吧。一会儿啊，狗蛋儿就躺在那块木板上晕着，你呢就给来来往往的行人磕头，我去给你们把风。如果是衙门的人来了，我就大
大胆！真乃本朝天子，怎么能给别人下跪呢？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傻呀？真有病吧？算了，让他躺着装死算了，我来磕头可不就是了啊？在那儿，走走。你过来！你疯了吧你？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是衙门。我知道这衙门啊，所以我才来的。你知道你还来啊？这种地方你能来得了吗？衙门的人一会儿给你抓起来关进地牢里。就是，那里面没有吃没有喝的，到时候看你不顺眼，把你给杀了。跟你们说什么都没用。哎，我真是当今圣上，我没救了我！哎，只要找到永大人，本官马上禀告刘大人，必须抓活的。人如果死了，你就得一起死。小的明白。两位慢走。家乡发大水冲毁了家，爹娘都死了，二弟也瘫了，这三弟也我真的是你们的皇上，救我！救我！众口有赏。我真的是皇上，谢谢大家。我没疯，我真没有疯，我疯了，我没疯，我真是皇上啊！哎，你要干什么呢？快跑，衙役来了！这是骗子！站住！打骗子！钱给我！钱给我！钱给我！在那边呢，快追！站住！哪儿呢？吓死我了！那房子呢？没事，我有绳子。绳子！衙役！哎，在这儿呢！跟你们说，不要再跑了！抓住他！追！走吧，走吧，管不了了。有衙役，别管了，跑吧！给人解开，这是你们的皇上。皇上，哼！看我把你这疯子打的祖宗八代都不认了你！大胆！你敢对皇上这样，想说我诛你九族？带回衙门去！哎，走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真是皇上！我，快点，别磨磨蹭蹭！快点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凤儿，你说大乐府那么多人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皇上啊？我相信暴奴一定会找到的。走。暴奴，怎么了？走，走，快点！你们什么人？凤儿是我。臭叫唤！叫什么你？这位大小姐让你受惊了，我这就把她拉回去。慢着，慢着，这位大哥，他是我们家的家丁。哎，凤儿，这不是你哥吗？啊，对，他是我哥。哥，怎么2天不见你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官差大人，我哥他吧脑子有点问题。闭嘴！他吧老觉得自己是皇上。闭嘴！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大哥，还是让我们把他带回去吧。小姐，我们得先把他带回去录案，你们明天再来衙门把他接走吧。哎，不是那个阿牛，啊，快拿2两银子。那2位大哥买些酒喝。或许是抓错了吧？哎，没错，错了。对。哎，走了。谢谢麻烦你们了，辛苦。皇上，没事了。朱大哥，暴奴，快走！娘，皇上，娘，皇上你醒了。你们3个怎么都在这儿？你们3个还想联起手来骗朕不成？请皇上恕罪，我们3个之前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，所以才受人指使做了那样的事情。皇上圣明，定能分清黑白，辨清是非。你们都走吧，朕不想听你们的解释。皇上。
上，不想听，我不想听你们解释，走啊！现在怎么办啊？他还在生我们的气呢。他刚刚受了惊吓，肯定对谁都不信任。不过没关系，相信过段时间就能冷静下来了。看他被折磨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挺内疚的。换做是谁被欺骗成这个样子，都会生气的，对吧？好啦，反正不管现在怎么样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这次可不能让他再跑了。启禀督主，那3位姑娘似乎有高人相助，连我派去的锦衣卫精英都差点全数遇害，只有1个人活着回来了。真是一群废物！但是那人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，说是去大岳府找皇上求情。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，他们想先行找到皇上，然后求皇上做依靠。传令下去，加大搜索力度，我看到底谁玩得过谁。是。你们3个这是要干嘛？是要下死朕吗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关你们什么事啊？不要以为你们救了朕，就可以让朕知恩图报。嗨，站住！别走！干嘛？猪。朱大哥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对啊，朱公子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说你要这么一走，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死路一条？谁让你们死了？我可没让你们死啊！但如果你们真这样的话，说不定我可改变主意了，是你们大不敬之罪。你怎么能让他走了？我们确实没有理由让他帮我们吗？看来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心甘情愿地留下来。那赶紧追啊！追！你们3个干嘛？有完没完呐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能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？对啊，你也知道这天下都是朕的，朕不让你们3个人走，我就非得走。你不是要过老百姓的生活吗？这老百姓是不能不让别人走路的。老板啊，给我来盘肉。哎，老板，来盘肉。哎，给我来壶酒。这来壶酒。给我来几个包子。来几个包子。好嘞，稍等啊。你的包子。谢谢。谢谢。老板，给点吃的吧，老板，给点吃的吧，老板。去。狗蛋儿，六子，快！你认识我吗？我呀，小疯子，小疯子，真是小疯子，小疯子，还真是你啊！你没事吧你？你咋突然变得这么有钱了？你也不说带哥几个一起发个财什么的？就是啊，发什么财？我还不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来，行，哥俩，看到旁边那3个女人没？一会儿拖着她们，我请你们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几位姑娘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吧，饿死了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哎，姑娘，你好吗？谢谢姑娘，你真善良。别走，谢谢姑娘。3位姑娘，告辞。太好了，姑娘，姑娘。你知道吗？平时那些所谓的清官、忠臣，个个都跟朕讲，什么天下太平，
物产富饶，人人安居乐业。骗子，都是一帮大骗子。你知道，朕看到的这个世界，老人无家可归，灾民们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天下就要亡了。哎，朕在跟你讲话呢，你能不能有点礼貌回答一下朕啊？行吗？你呀你就跟那个长庚是一样的，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。朕真是倒了霉了，我是倒了哪辈子的霉了？跟你们处在一块儿，啊，宫里宫外都是对驴弹琴，气死朕了。孩儿他爹，家里的米缸快没米了，罗家的家丁过会还要来收租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把驴卖了吧，把债还了，还能买点东西给你补补身子。这怎么行？没了驴，这开春的地可怎么办呀？哎，你们需要多少钱？我给。嫂嫂，这东西还能吃吗？猪小弟，看来你是没有经历过闹饥荒吧？这什么都没有吃的时候啊，我们连草根树皮都吃呢。你们吃着这些，而我却天天在宫里吃着山珍海味，还挑三拣四的。蒸好了，嫂嫂慢点。朱小弟，我们家没啥东西了，就剩点大米，别嫌弃啊。不会的，趁热吃吧。再来，再来。好喝，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。朱小弟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放心，等日子富裕了，我齐某一定第一时间归还。不，齐六哥，钱不用还了，就当我给侄儿的见面礼，怎么样？那太感谢你了。太谢谢你了，太谢谢。你们两个跟我走，别动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别碰他，再动我就杀了他。好，我跟你们走，带走。走，孙宁，我们会安全回来的，放心了。不走，大家你等我。快走，后边跟上，快点的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们这些官兵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？快点啊！知不知道？跟上！不许说话，赶紧走！闭嘴！打我！快走！闭嘴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干嘛？你们都是大明的官兵，你们的责任是保护这些百姓，而不是伤害他们。你们县令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臭小子，还想见我们家大人，让你尝尝我们呼延18变的厉害！抓住他，刘哥！二哥！刘哥！刘哥！啊！刘哥！你们谁敢跑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！刘哥，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，跟他拼了！打死他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！来，走，快点，走，都快点，快点，说你的，快点，快走！快点，走，说你的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在哪？后边的跟上！哎，快蹲下，别被看见了！哎，快点！哎呀，你站着干啥？后边走快点！
现了，那我们下去救人。哎，等一下，走。就算我们现在去把他找回来，他如果像之前那样逃跑怎么办？可是那些官兵不像什么好人。如果朱公子出什么意外，那我们就全完蛋了。至少他现在是安全的，我们就先按兵不动。没错，也让他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己求和善。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，别被发现了。走，再动点，快点。臭小子，就多管闲事，把他狗腿给我砍了！刀下留人。这位官爷，我是京城人士，带了几个手下来此处游玩。这位呢，是我的家丁。今天早上我命他出来办事儿，没想到却误打误撞，被您抓来了。官爷，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，让我将他带回去？这个恐怕不方便了，我毕竟只是个当差的。京城的阔公子果然阔绰呀，可是我这帮弟兄这么多，你这点银两恐怕不够分啊。阿牛，又给，还不快点！官爷，您看，我这人一向好说话，既然是外地人被误抓了，我就给你公子面子，把这臭小子放了。你们赶紧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公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家这个家奴中看不中用，一点体力活都不能干，我劝你换个手脚利索的。哎，你是不是？哎，你干嘛？什么干嘛？我刚付过钱了。你走了我就要，你要了以后我再走啊？你先走我再要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先走你先要啊？别长这么大个了。我为什么不能长这么大啊？你，军爷，哎呀，不行啊，军爷，哎呀，他只是晕倒了，他没事儿。军爷，哎呀，我求求你，军爷，他只是快把他们揪下来了，求求你放下他。燕儿，军爷，朱公子你疯了？我刚救你就花了一个钱袋，再把他们救下来，那我们3个的家底儿都赔光了。钱重要命重要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朕的老百姓就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朕的江山能太平吗？皇上，只要你肯回宫，就可以扭转乾坤，救万民于水火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就回宫。朕回宫以后，要把这些贪官污吏全部都抓起来，一个都不放过。你跟我一块回去吗？雪儿跟燕儿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那好，我们就一块回宫。现在已经在宫外了，那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，以后就叫我朱大哥就可以了。好啊。那救回来了。几位，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，谢谢你们，老人家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快起来吧。谢谢。老人家，你要好好活着，我一定要还你们一个太平盛世。吃一点，谢谢啊，没事，吃一点。谢谢。原来朕的天下是如此的不堪重负，谢谢。而朕还整天浑浑噩噩，没为百姓做什么实在的事情。在其位谋其政，任其职，尽其责。朱大哥，这并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被那些奸臣蒙蔽了双眼而已。
雪儿，如果你是男儿身就好了。如果你是男儿身，肯定是真的左膀右臂。原来你希望我是首富，而不是女人。不哭了，乖啊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去哪儿了？谢谢你们，不客气，没关系，谢谢你们。这个，拿回去给孩子吃，以后照顾好自己。谢谢谢谢，没事。真是太好了，找到了。雪儿，周公子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尽快要去找刘公公。我们现在还不能回去，且不说时间来不及，按道理说，朝廷拨款救灾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百姓流离失所呢？朱公子，你身边现在就只有我们3个，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，救不了那么多人。从古至今，朝廷对贪官的律法都是很严格的，但是仍然有些官员作茧自缚，损公自肥。这次一定要彻查清楚。我们启程以后就分头行事，好吗？好。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找我们家大人做什么？这位是京城荣昌钱庄的少东家荣公子，有事求见王大人。荣昌钱庄？你说的莫不是京城4大钱庄之一的荣昌钱庄？正是。哎呦，失礼失礼啊！那您2位请随我来。哎，荣公子、李公子，王某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王大人真是日理万机啊！荣某能有幸一见，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。荣公子，请坐。王大人，这是我家公子给您准备的见面礼，请您笑纳。荣公子，远道而来，舟车劳顿，还送什么见面礼呀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希望假的夜明珠别被发现。这荣昌果然是京城4大钱庄之首啊，出手不凡，本官受之不恭啊。王大人喜欢就好。既然荣公子这么爽快，那本官也冒昧问一句：荣公子来怀远有何贵干呢？既然王大人这样问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喽。在下是有一事相求。荣公子请说。听说县衙里的粮库里面有不少余粮，对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这粮食是朝廷控制的，本官没有权利挪用一粒。王大人，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。既然大家一见如故，那我就不瞒大家，这几日听京城的消息说，钦差要来怀远巡查。按惯例，粮储是必查的科目，所以要等钦差走之后，这粮食才可运作。王大人，在下跟京城的几位大员也比较熟悉，不知道是哪位钦差啊？据说这个钦差姓刘，叫刘安。刘安？如果想要贿赂他，那可是自寻死路。你看，怀远县到处都是灾民，如果钦差大人来了，看到这种景象，肯定会追查。到时候王大人恐怕就……不过呢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荣公子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过只要能帮本官渡过难关，这怀远县的粮食，本官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你。
好，既然大人抬举，那容某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王县令，你看，钦差不就是想看一个太平盛世吗？既然怀远县没有，那就造个假的给他看嘛。假的？李兄弟，今天你就是本官的教头了。多谢大人。对了，大人，小的还需要几套官兵和百姓的衣服。这个好说，你要多少，有多少。请大人放心，小的一定尽力。雪儿，写的实在太像了。怎么样，比上一封好一些吧？哦，给我也看一下。哇，雪儿，你真的太棒了！是吗，凤儿？给我也看看，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了。明天我们就考它了。你们准备的怎么样？放心吧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要我说呀，雪儿真是聪慧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见机行事，怎么样？来，一定成功！耶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！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！热烈欢迎！怀远县王默南恭迎钦差大人。王大人，起来吧。您认错人了，这位才是我们王大人。失礼失礼，王大人请起。谢大人。大人，您一路风尘可否顺利啊？托王大人的福，还行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下官略备薄酒，为您接风。有酒？走。大人，您请。大人，我请你。好。好酒。王大人，我跟你说啊，您说。怀远县赈灾一事如何呀？镇内有无灾民乱民闹事啊？回禀大人，怀远县境内百姓安居乐业。虽然遭逢灾年，但由于下官赈灾得力，所以并未造成流离失所的现象。那就好。来，敬您。大人您舟车劳顿，要不您休息一下？不，公事要紧。我这个人做事呢，喜欢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我们呢，还是先去巡查一番，看看王县令您所说的是否属实啊？大人勤政爱民，下官佩服。那好，那咱们走吧。大人，我最后再敬你一个。好。
哎，丁老伯，衣服到了，来，好，快过来换吧。哎，大家听朱公子的，把衣服都换上。来，换上。哎，这怎么是官服啊？丁大爷，这衣服我们可不敢往身上穿呐。哎，这位兄弟，放心的换就好了，出什么问题由我来承担。这可是官服，穿上了就是假扮官兵，这可是要杀头的重罪啊！官犯，咱都是要饿死的人了，还怕犯啥法呀？换上。哎，听我说一句，乡亲们，听我说一句，本来这个粮食就是朝廷颁发给我们的救灾粮，可是那怀远县令，他宁可看着我们饿死，却一粒粮食都不肯给我们。我们现在去，就是为了要拿回属于自己的粮食。我想，就算当今圣上知道这件事情，也不会怪罪于我们，对不对？也罢，宁做撑死人，不做饿死鬼。我换了。来，换上。快来换吧。哎。那些难民呢，丁老伯？哦，那儿。任公子来了，人到齐了吧？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。干什么？我们是奉钦差大人之命来给这些百姓开仓放粮的。哎，干嘛呢？啊！你们什么人呢？在这干嘛？你管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来放粮的。放粮？哼，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我们是奉钦差大人之命来开仓放粮的。我不管你们什么人啊，没有我们王大人的命令，谁也别想动粮仓里的粮食。谁说没有王大人的命令？的确是王大人的笔迹，这印也是王大人的印。可这不像是王大人的作风啊！这钦差大人跟王大人一会儿就到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等他们来了以后再解决吧。走，我们开仓放粮。哟，这么多粮食，这么多粮食！乡亲们，大家抓紧时间，开始拿粮吧！哎，好，这边，来，这边啊，来了，这边还有，来，到这边来，谢谢，到我了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救了我们大家的命啊！对呀，你们要谢的话，就谢当今圣上吧，是他赐你们的粮食。爷爷太过瘾了，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。真的呀，快拿粮吧。哎，好。来这里，朱大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要不你和燕儿先走吧，我还要在这发会儿呢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来，这还有啊！来。其实像王大人这种人才，仅当一个知县实在是太委屈了。大人此言真是折煞小人了。啊，不，等我回去，一定到刘公公那儿帮你说几句好话啊！大人认识刘公公？不瞒王大人，刘公公是我舅舅。原来如此，那以后还得仰仗刘大人多提拔提拔。王大人不必客气。只是我虽然和刘公公关系非凡，但是我去拜见他的时候，也不能空手而去吧？啊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钦差大人，理解。其实礼物我早已经准备好了。王大人果然是个明白人。那我们先去看看礼物吧。啊，遵命，大人，您请。大人。啊，哎呦，大人请坐。不错，
这份礼物正合我的口味啊！大人喜欢就好。大人，大人，大胆！没有叫你怎么进来了？大人，粮仓那边出大事了。粮仓那边能出什么大事啊？听人说是您下的命令，把粮仓里的粮食都分给了百姓。什么？去看看。梁官，梁官，下官在，下官在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大人您下令开仓放粮的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刚才那帮人拿着大人您亲笔写的公文，还说是钦差大人的随从和钦差大人的令牌。我不认识他们呀。你看还剩下多少粮食？全没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！哎，王大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这帮刁民假冒公文私自放粮，我一定要将他们正法。王大人，你丢了粮食那是你的事儿，可是你送我的那些礼物，我可不退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刘大人，大人，还不赶紧去追！是，快跟我走！大人，喝碗参汤吧。还喝个屁！我这命根子全没了，都给我滚！大人，小的已经查明，荣公子和其他3位已经逃进了青龙山。这几个混蛋，害本官丢掉了10几万两金子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赶紧告诉青龙帮老大，只要死不要生。大人，可是让山贼一起追捕，这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律法管不了这几个混蛋，那我就借助青龙帮的手，帮我除掉这几个心腹大患。告诉丁老大，事成之后，本官必有重谢。是。胡师爷，这人是什么侵犯？管他什么侵犯，只要抓到了，杀了便是。再说，王大人和我们青龙寨向来交好，这次的赏银，断定也不会少的，是不是，胡师爷？大当家说的没错。好，老二，哎，大哥，叫兄弟们去捉拿画像上的人。是。往哪儿走啊？你们怎么连个出口都找不到啊？有些人就只知道抱怨、责备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。哎，我又哪儿得罪你了呀，小姐？我天生就没有方向感，我也不想啊。凤儿，现在大家都走不出去，已经心烦意乱了。就是嘛，你就别再责备皇上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在我心目中的皇上，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知人善任，内政修明，一个人能顶一座城。凤儿，雪儿，你别说话，让他说，真想听他说。没错，是天灾让平民变成难民，但是因为皇上的不作为，让难民又变成了暴民。师傅的糕点店让所有的一切都付之一炬。如果不是师娘让我上山采药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天。凤儿，这一切，这真的是错了，真错了。凤儿，哎，凤儿。
你们赶紧走，别管我。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这钱。荣公子，好久不见呐！胡师爷，你竟然跟这个土匪是一块儿的，你们家大人可知道吗？大当家的，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，终于把这个臭小子给抓到了。你就是荣公子？正是。你想怎么样？这5000两银子赚的也太容易了，一个个自己送上门来。老二，哎，大哥，把他们全砍了，提着人头上县衙找王县令领赏去。走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就是我们的5000两。上路吧。且慢。怎么了，胡师爷？还有什么特别吩咐吗？大当家的想不想捞一票？不是5000两吗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咱们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放心好了啊。杀了他，你也只能拿到5000两，但如果你不杀他，或许能得到5万两。5万两？没错，5万两。快走，快，快点！我什么地方这么臭？走，快！跑走什么呢？你小子白捡一条命还不知足！告诉你啊，再不进去我杀了你！别耽误老子喝酒，进去！朱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朱大哥。呀，你小子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！身边还藏着3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，跟我走吧！放开我！走！放！快说说吧，那5万两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当家的，您真的想知道？这荣公子的身份可不简单，他是京城4大钱庄之首荣昌钱庄的少东家。哦，然后呢？我们王大人撑死也就给你5000两，但是你把荣公子绑架的消息放到钱庄去，索要5万两赎金，不给钱就撕票。他们敢不答应吗？我明白了，是桩好买卖。不对，我要是收了钱庄的钱，我就得交人了。可王大人的意思是让我杀掉那个小兔崽子。若是我两边通吃的话，大人那边我怎么交代呀？大当家的多虑了，5万两白银到手之后，你再把姓荣的给做了，他荣昌钱庄又能奈你何？还是不妥。既然荣昌钱庄在京城排得上号，说明他有一定的势力。我们明着和他们结梁子，恐怕不是明智之举。其实向钱庄直接要钱，只不过是下策罢了。即便不拿荣公子的性命来要挟，在下也有办法让钱庄乖乖地把钱交出来。师爷有何妙计？55开。55开就55开。这第一步嘛，我们必须把荣公子和他的朋友代为上宾。万一跑了怎么办？哎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什么事？二当家的，刚才吧，进去吧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别想，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的话，我把你的山寨给掀了！我好怕哟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。你敢打我？我打你！放开！放开我！畜生！
你怎么来了？你个混账东西！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不知道吗？好事差点让你给毁了！滚！姑娘，我家老二不懂事。你别过来！姑娘，千万别怕。我家老二他不懂规矩，惊吓到了姑娘，还望姑娘谅解。荣公子呢？啊，我这就去把荣公子给您接来。你别怕，我保证，从现在开始，在这山寨里没有任何人再敢动你一根汗毛。那你出去，快点出去！啊，是。吓死我了！放我出去！来人！你们要敢把我凤儿怎么样的话，我让你们碎尸万段，我铲平你们这座山！来人！快开门！凤儿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荣公子，您消消气儿，我现在就放你们出去。您把凤儿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凤儿姑娘她没事儿，她正在厢房等着你呢，请跟我来。快走！啊，走。凤儿，荣大人，凤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太好了。你们两个还好吧？还好。荣公子，怎么样？我说凤儿姑娘没事吧？多谢大当家的。不客气，我丁老大向你保证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子和你的朋友就是我们青龙寨的座上客。去，给贵客安排几间上好的客房。是。荣公子，请暂且休息，等我安排好了房间，就请你和3位姑娘过去。有劳了。应该的，告辞。凤儿，来。周公子，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，应该暂时不会伤害我们。既来之则安之，看看他们到底想耍什么花样。没错。听说前几天从京城来了一个荣公子，到了怀远县还把你气得七窍生烟。你这屋里值钱的东西不少啊。假货、赝品，这是谁的作品？哼，咱家问你有还是没有？下官不知。他把你私藏的赈灾粮全部都发放完了，你竟然说不知道？刘公公，你知道吗？咱家不介意别人撒谎，可是咱家很讨厌别人侮辱我的智商。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呐！抬起你的头来。你最好派人把那个朱公子给咱家找回来。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灭你9族。是。哼。督主，我们要等这个县官的消息吗？你是不是蠢？微臣不蠢。不蠢你还看不出来？这个县令表面上糊涂，实际上城府颇深。咱家刚才摔的每一件都是真品，至少砸坏了他1000两银子。他的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赈灾粮出事，他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他是最不希望咱家找到人的。公公的意思是，那皇上岂不是很危险？所以，你马上派人给我盯住这个县令和他身边的人，务必在他找到皇上之前，把皇上给咱家找回来。
是。来，公子请。且慢，不知道两位邀小弟前来有何贵干？哈，听说公子在怀远县骗过王县令，开仓放粮，救济百姓，这种义举令我十分敬佩，所以想宴请公子，共谋一醉。不错，大当家的最佩服的就是公子这样的仁人义士。那，你家大人呢？我家大人对公子只是一点小误会，在此间事了，我定会在大人面前为公子全力美言。那是小事啊！来，今晚咱们不醉不休。来，请来，来，请。三位姑娘，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一点心意，让你们压压惊。就拿这些东西打发我们呀？谢谢你们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替我们谢谢你们大当家的。是啊。哎，慢着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们怎么突然对我们那么好？你是说他们在这里面下了药？不至于吧？这山寨里面这么多人，真想害我们的话，用得着下药吗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先吃了再说吧。甜甜，你们两个真是吃货。其实啊，我一直也想不明白，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。说不定他们有比5000两更大的利益。他们不会知道朱公子就是皇上了吧？当然不会，那个胡师爷一看就是两面三刀的人。说不定他们以为朱大哥是荣昌钱庄的少东家，想借此敲诈勒索。管他呢，天大的事情，吃了再说。多谢两位对小弟的盛情款待，小弟不胜酒力，先告辞了。且慢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公子及同伴在山上吃住的账目单，公子可以查验，然后签上姓名，画押即可。公子乃是荣昌钱庄的少东家，我和丁老大也商议过，只要公子在寨子里乖乖的合作，我们绝对不会动公子和你的同伴半根汗毛。公子不急着走，坐。荣公子，你我都是讲道义的人，讲道理的人呢，是不会白吃白喝白住别人的，对吧？你知道我这山上物产稀薄，所以价格嘛就会贵一点儿。这一碗酒是2000两，这一顿饭是5000两，住一宿呢是2000两，哦，是每一个人。我知道公子身上一定没带够银子，所以，哦，原来大当家的是因为这件事。只要我拿到银子，一定放了你和3位姑娘。好啊，来，我签字。钱庄里面全都是钱。好，拿笔来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胡师爷的消息？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备马，本官要去一趟青龙山，带上武功最好的几个捕头。是。走。整天坐在寨子里装模作样，他妈江山都是老子打下来的，竟然当着外人的面羞辱老子！好机会。二
当家。富儿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不行吗？哎呀，哟，一个人在喝闷酒呢，怎么也不找你们大当家一起喝一杯呢？他喝不过我。哎呀，这一开始啊，我觉得这青龙寨里面最坏的人就是你，但这2天发现，最坏的就是你们大当家，又卑鄙又阴险。哼，连你一个外人都看出来了。有件事儿，我不知当讲还是不当讲。说了吧，好像是我挑拨离间；不说吧，我替你叫不平。说说看。你知道吗？这2天你们大当家逼我们家公子签了几万两借据，你不知道吧？几万两？根本就没把我当兄弟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就他那个人的脾气，就算是得到那些钱，你们也活不了。我就说我信不着他吧，所以今天才跑过来找2当家的。跟你说句实话，10万两、20万两，我们家公子都出得起。这事儿我也不想逼你，2当家要不想想，考虑清楚再来找我。这几天的借据凑在一起，这小子已足足欠了我们7万两。依我看，也差不多够了。明天就可以派人去荣昌钱庄本地的分号去取银子，钱一到手，赶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师爷说的没错，7万两，够兄弟们逍遥好几年了。大当家的可别忘了我那份啊！你不过是出了个主意，就想分走老子一半的钱。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嘛。哼，真是活腻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2当家带着荣公子和3位姑娘跑了。什么？快点！快点！快了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怎么跑得比我们还快？我丁某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你。这条下山的捷径，我谁也没告诉你。来呀，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我杀了，就留下那个姓荣的小子，都是死！我拿你当军备！都没事吧？皇上，微臣救驾来迟。上！暴奴！暴奴，你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，暴奴！长庚一人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暴奴，他们是我朋友，不能眼看着他们送死。你可以不帮我，但不能拦着我。如果你再拦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
事吧？他脚扭伤了。你们先走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好，我们走。你们几个全都上了，其他人给我追！一定要抓住那个姓荣的小子，快追！我不行了，怎么了？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，你们别管我了。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？可是，如果你们带着我，我就会拖累你们，到时候害大家一起被抓了。不行，我们说过要同生共死，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把你扔下？说得好，凤儿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就算把你扔在这儿，你也引不开他们。这样吧，朱公子，我扶着雪儿走，应该可以逃得远一些。凤儿，你会点拳脚功夫，应该可以保护皇上。燕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上，我们三个一直在欺骗你，已经犯了欺君大罪。如果这次你能平安回宫，就算不责备我们，心中恐怕也有芒刺。燕儿这次就赌一把，我们兵分两路，如果大家都能逃出升天，皇上，你要答应我，要全心全意对待我们三个。还想跑？小先生，怎么是你？雪儿，我们是不是要死了？别怕，该来的躲也躲不掉。雪儿他们不会出事了吧？放心，凤儿，只要咱们能离开这儿，朕一定派人来剿匪。皇上说的没错，这天底下是没有皇上办不到的事情。可这前提是，你们也得逃得出去。王县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你自幼在人间，钟鸣鼎食，想来也该腻。臣特地来此地送您升天。你想造反？哎呀，这都怪下官有眼无珠，没有认出您的真身。可我要是把您放了，那就是放虎归山呐。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您给杀了，就没有人知道本官做过什么呀！你个逆贼，给我杀！皇上，凤儿，快走，走！大人，怎么样，大人？没事，追！说，荣公子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哼！燕儿，说，不说就得死。我不说。不说是吧？好，老子成全你！你是公公，是刘公公来救我们了。你是谁？这是东厂督主刘公公。你就是东厂督主刘公公。听说你绑架了皇上，而且还要挟他。我没有。忘了他。谢公公。走。
燕儿姑娘，带咱家去找皇上吧。小心。来，走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一个人先走吧，不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两个谁都逃不掉。凤儿，我们今天是逃不掉了。你愿意跟朕一块跳下去吗？你害怕吗？怕。不过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凤儿做什么都愿意。见人死要见尸，绕路下去。是。凤儿，凤儿。凤儿，你醒了？醒了。等会儿。凤儿，凤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呢？你干嘛要帮我挡那一剑呢？我想喝水。水。金蜘蛛，我去给你打水。喝水了，啊，喝水，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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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点了吗？快！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！凤儿，你醒了。来，刚摘的蘑菇，给你挑个大的。这个。皇上，这不能吃。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啊？越漂亮的蘑菇越不能吃，因为它有毒。啊。就好像越漂亮的女人
就越危险。你的意思是你之前一直在欺骗朕是吗？你也骗了我，荣大人。你骗我一次，我骗你一次，我们扯平了。虽然你欺骗朕，但朕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朕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反而呢，朕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能跟凤儿相见了。凤儿，跟朕讲讲你小时候的事情，朕非常想听。我呢，是在镖局里面长大的。哦，我的父亲呢，可是名震江湖的总镖头。这么厉害？他的龙象般若功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所以我也不好欺负。哦，这个样子啊。皇上，凤儿，起来。皇上，你可真是命大。还有一些县令。臣在。敢问皇上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你想要杀的人是我，让他走。皇上，没事。素闻皇上是个多情的男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竟然为一个女子求我这个九品芝麻官。别说，给我杀！保护皇上！父亲！皇上，皇上，你没事吧？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降罪。你再来晚一会儿的话，朕就要升天祭祖了。臣罪该万死。刘默啊，刘默，之前你在梅龙镇给朕摆了个局，可真害惨了朕。若不是有凤儿他们救了朕的话，朕早就死在梅龙镇了。这笔账回宫再算吧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你必须马上回宫。为何？太后50大寿，皇上要回去主持大局，否则太后会有借口，文武百官、天下百姓会认为皇上不孝，这样下去对皇上不利。臣参见皇上。你没受伤吧？我还好，你们怎么样？哦，小伤。长庚，你还没死啊？托皇上洪福，也还好。这次你救朕有功，回宫以后，朕一定要好好赏你。多谢皇上。宋指挥使，太后娘娘50大寿，你马上护送皇上回宫。是，皇上，走吧。等着朕，朕一定会派人来接你回宫。恭送皇上回宫。恭送皇上回宫。